叫着我，叫着我，纷纷的故乡不是在叫我，花艳彼时故乡的夜呀，月光不是着落的酸雨。一边山，伊着结水，伊我抱着咱的梦，今仔日來望着伊，親像在等我。我今天特別愛芳芳，為什麼呢？伊有法度努力加入咱台語的迄個假音，唱的演歌，他有技巧；唱了有美聲的二姐的歌曲，他有味道；唱了 R&B， 他竟然還能夠展現畫面，這都是伊厲害的天分。你看他唱歌的時候，他的肢體語言跟眼神，他根本就是在演一首歌給你聽，所以這個是就叫做為什麼日本唱歌叫演歌，他在演一首歌，那個畫面是用歌聲以外，我的身體的動感跟眼神勾引了你的靈魂入我的歌聲裡面的畫面，這叫做鏡演、舞台演、聲演，它全部都具足，所以這個呢是今天我很愛芳芳的一點，真的很棒。謝謝老師。芳芳其實她最大的一個特色是說，她沒有一句話是讓我在意料中的，總是像花瓣一樣，一遍一遍的打開的時候，綻放的時候，那個世界越來越寬。然後呢，總是給我一個出其不意的對這個字的一個詮釋方式，啊，但又是完整的。你們三個人今天其實都是在一個高度上，我相信哦，如果紅人榜最近的收視率很高，你們三個就是三個柱子。那我覺得啊，我覺得你們今天三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典範，真的很棒。謝謝老師。